阅读测验文字理解，就会帮你看到日常生活多方嘅事实，让你来选择最适当嘅词汇、语义，也系讲分辨语法嘅正确性。下来，你来看阅读测验文字理解一种题型。啲考卷当中只有文字，没有声音哦。题目系按样嘅，一天时间，就在同我爱娘嘅单位嘅比分，看唔可以热比嘅。嘅人先来看现项，过了解嘅意思。第一章，给它使很多bud，把它捧起来。第二呢，很多 foot， 好，轻轻打。第三呢，很多 yam， 好，是轻轻的撒。好。第四呢，很多挤，用棍棒或是用手指啊去挤压。那我们再把这4个选项带落去题目度方，看看哪一个会是最适当的答案。这时候我们会选择3号 ，yam 得为捏鼻分，而不是蹦或者是 foot 或者是挤。那在行业能力认证基本词汇度方有当多嘅词汇，而你见读含做的进行想象啊，也嘅通作很用版型，那用结合的时间，我们就可以选出正确适当的答案。